咱先互咱的教会青少年一个鼓声，甲因鼓励一下。我想着亲像拄仔迄条诗歌所唱的，虽然迄条诗歌是一个华语的诗歌，但迄条诗歌讲感谢上帝拣选，互咱每一个拢会当食做是一个荣耀的器皿。我想伫遮青少年的生命虽然年轻，但是上帝已经拣选因，伫咱的教会、伫咱的家庭、伫因的学校、伫任何的所在，拢要诚做是上帝荣耀的器皿。我相信咱的青少年，咱的每一个学生，拢有上帝特别祝福。拢有上帝特别应允伫因的身上。我也相信咱的教会的青少年，咱所为因祈祷，咱互因的帮赞，互因的鼓励，拢诚做是因一生中上大的祝福。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，特别祝福咱的青少年，嘛祝福咱的儿童，因为因是教会不只是后一代，甚至是咱教会这代非常重要的一份子。所以啊，邀请咱的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咱的青少年，为着咱的学生，为着咱的儿童，为因来祈祷，也为着因来鼓励。伫咱开始正讲到进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搁一个引带阮来到伫你的圣殿，伫遮敬拜学了你。主，阮真惊欢喜，看见台北区遮的青少年学生做伙伫遮三甲敬拜上帝。主啊，这是何等大的祝福！我嘛看见这是你的拣选，互因每一个人拢诚做是一个荣耀的器皿。主啊，你嘛拣选阮富强教会，伫这个社区，伫这个城市，要诚做一个荣耀的器皿。祝福阮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会当互主来使用，也诚做互主所祝福的一个教会。也恳求主祝福伫遮甲去写礼拜，透过今仔的礼拜的听书，每一个。无共款，透过诗歌、透过圣经、透过讲道、透过阮所回应、阮所祈祷的，搁一个向主你有真实亲密的关系，也感受到主你同在的美好。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仰望，求主你来带领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仔爱先请大家原谅，因为我今仔虽然爱讲道，但是我无穿无舒服。为着要含遮青少年共款，完全共款的衫。今日含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无共款的性命。咱今仔所看的经文，但以理书，但以理这个，咱看的这个经文，但以理，咱拄仔所读的经文，伊受领到远远的巴比伦的所在，但是当时的但以理，伊的年纪非常的轻，可能只有14岁、15岁。上加17岁，差不多就是咱即马所看到的青少年学生，可能国中也是高中生尔。所以，但伊当时到伫远远的巴比伦，人看见伊伫遐有无共款的体会，伫迄个所在伊的性命有无共款的挑战。但是咱看见但以理安怎伫即个无共款的时代，伫即个环境，伊安怎去面对？我想今日的即个经文，毋但是对青少年讲。也是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讲，我想即摆咱所面对的环境非常变化非常的紧，但伊伫迄个时代伊有爱面对的困难，伫咱的这个时代，咱嘛有爱咱去面对的挑战。但是咱要安怎用什么款的心态去面对，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？其实我真感谢上帝，互咱教会有侪的青少年伫遮做伙组织，有侪青少年伫遮做伙敬拜。伫遮服侍，咱今日来的时阵，你看到咱的壁边，也是这个条啊，搭了非常侪的相片。这相片是过去这几个月，阮所参与做伙做的一寡活动。阮将这相片搭伫这教会的每四周围，嘛，互咱搁一摆搁体会嘛，互咱搁一摆知，哇，原来咱的教会有侪青少年伫咱的教会，伫咱的家庭内面，有侪活动，有侪遮的服侍，青少年拢有在参与。虽然因真正是少年轻，虽然可能有足侪代志因阁无了解，但是因真愿意参与伫这个内面。我拄仔讲到，伫但以理迄个时代，伊嘛是一个少年人，伊嘛非常的年轻，可能为即马来讲，就是一个国中生。
可能嘛是，甚至可能就是一个高中生尔。但是，但伊伫迄个时阵面对的困难，和即马面对的困难，可能无啥共款，可能无啥共款。但是，这无共款的内面，嘛是要找到一个方法去面对。我想在场咱有侪侪无共款年代的人，伫咱在场咱有侪侪无共款年代出世的人，就咱伫遮的青少年，因讲10几岁尔，啊10几岁。咱在座侪侪兄弟姊妹，可能年纪拢比因侪真侪，会当做因爸爸、做因阿公，可能会当做因阿祖，拢有可能。有时阵伊拢会讲算笑讲，我的年纪已经超出因2倍侪。有时阵想想真诶咧，哇！我的年纪和伊比起来，其实嘛已经差真侪啊。但是伫即个年代的青少年，伫无共款的年代，拢有无共款的号名。1995年代到2010年代出世的人，因方称作叫 I 世代。这个 I 世代的人，我已经超出了，我已经无伫这个 I 世代啊。有学者咧统计，在研究讲这个 I 世代，1995到2012年出世的这个人，伊讲这个人可能有啥物款的特质？伊讲这个人可能对旧的体制，可能无信任，可能嘛无尊重。因的家庭的结构有真大的改变，人际关系嘛有真大的改变。但是伊嘛对无共款的意见，对无共款的立场，因会当真有悬的接受度。因可能嘛无要急要独立生活，可能无急要做大人。因可能嘛无爱出门，可能嘛无爱和人当面见面讲话。因看册时间愈来愈少，看册时间愈来愈少，但是用网络上网、用手机的时间愈来愈多。因可能非常的敏感，可能会非常注意家己的心内的感觉，可能注意家己的想法。佫有一个研究是讲，这个时代的人真普遍，拢有不安的一个心理，有一个忧闷的心理。伫啊，这个时代的人，伊不再是为着家己自我的实现，也是为着理想来工作。其实你通看，伫这个时代的青少年，和咱过去做青少年的时，无啥共款啊。咱过去所烦恼的，咱过去所面对的困难，和即马这个时代的青少年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，已经无共啊。比如来讲，过去咱无手机啊，咱无网络，你要和人见面，你一定爱到去人的面头前。就算无到人面头前，你嘛一定爱写批。即马真方便，你有手机啊，你摕起来会当视讯，你会当毋免和人面对面讲话，你会当毋免出门，你一定当买物件，毋免出门，你会当食到物件。即马时代已经和咱过去所生活的时代无啥共款啊。但是相对这个青少年伫面对这个时代改变的时阵，伊嘛爱学习去改变，伊嘛学习在看我要安怎适应伫这个时代，我要安怎伫这个时代要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。拄讲到伫但以理，伊迄个年代非常年轻的但以理，当巴比伦进攻到伫犹太国的时阵，伊将侪侪少年囡仔。将侪侪有聪明智慧的人，拢掠去到巴比伦。但以咱拄所看的经文，伊原本可能是一个厝内是一个贵族，伊原本因兜可能伫以色列是真有一个有好的名声、有地位的一个家族。但是伊即马却变做是一个狩猎，到伫远远的巴比伦，甚至是对因年轻到伫因年老，拢伫迄个所在，伊拢无转到伫耶路撒冷。无转到伫伊的故乡，伊的一世人拢到伫远远的所在，到伫伊一个爱不断面对改变、不断面对挑战的所在。而且更较严重的，不是但以理家己的问题，是规个犹太国的问题。犹太国因的少年人互掠去啊，因有聪明、知识、有活力的人互掠去啊，因失去了现在的领袖，失去了这个资源。也失去了未来的人才，最后的结果是啥？
咱看见犹太国只会当行往一个灭亡的道路。当咱看见犹太国真侪青少年，真侪有聪明、知识、有活力的人，但是却掠到远的所在，结果发生啥物代志？犹太国无未来的人才，无资源，无人通继续维持这犹太国。最后，这犹太国最后只有行往一个灭亡的道路。头先我讲真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，阁有侪侪青少年。顶礼拜咱看见咱教会嘛有侪侪儿童，伫遮敬拜，伫遮唱歌，参加夏令营。感谢上帝是互咱一个真大的产业，这是上帝互咱的教会一个足大的祝福。但是更较重要的是，咱会当安怎来鼓励？安怎来帮咱这些青少年、这些儿童，互因真做是咱教会，甚至是咱的社会，甚至是咱的家庭，因所接触的每一个层面的祝福。咱看见犹太国，因的少年人互人掠去伫因的掠去伫远的所在，掠去伫因爱面对挑战、改变，失去原本的文化的所在。然后最后结果是一个犹太国就安尼结束啊！我想透过今仔的经文，咱嘛搁一个间来思考，咱的教会要安怎会当来帮咱这些青少年，帮咱这些儿童。我想不只是帮咱伫因的性命，伫这个过程也帮咱着咱的性命，帮咱着咱的教会。我想咱先来看，但以理面对的三个危机。第一个，但以理面对的三个危机，第一个危机是。伊互受掠到伫远远的所在，这是但以理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但以理面对的问题是，伊的文化、伊的观念受到足大的冲击。伊原本是伫以色列国敬拜上帝的一个所在，到伫遐伊可能爱食无共款的物件，爱去认捌新的知识，伊的文化、伊的观念足大的冲击。搁较一个危机是，伊的信仰的价值。受到真大的考验，这是但以理当时拄着的问题。但是我想，这嘛是即马的青少年拄着的问题。我想，甚至嘛无得较是青少年，可能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嘛可能会拄着的问题。所以第一项，咱做伙来看，但以理安怎伫这三个危机内面活出一个无共款的生命。第一个，咱看见虽然但以理互受掠到偌远的所在，到伫异邦。但是，伊活出一个天顶光明的生活。虽然伊到伫远远的所在，但是伊活出一个天顶光明的生活。咱拄所读的圣经，但以理书第1章第2节到第3节，上帝允准巴比伦来打败着犹太国，将因原本伫圣殿内面的遮个物件，拢带去伫巴比伦的神庙内面。然后圣经佫讲，伊命令伊的太监总管。将这个以色列这受掠以色列人中选出一寡王室甲贵族的青少年。虽然看见这个王、这个国家，伊所掠的不只是将这的资源、将这的器具掠走，伊阁将这的青少年掠去到巴比伦的所在。我想当时但以理爱面对伊的国家失去伊的国家，伊国家无去啊。而且，但以理佮伊面对是伫外邦的生活，伊毋知伊的未来伫对，伊毋知伊的未来伫对，伊的生命拄着侪需要去做选择的时刻。但你毋知伊的未来伫对，原本是一个真好的生活，原本享受一个哇真好的生活，但是到伫一个新的所在，特别是异邦，伊毋知要安怎爱去面对伊的未来。我想当一个青少年。特别到伫国中、到伫高中的时，伊开始要面对侪的选择，伊开始要面对侪价值观的挑战。我想当国小的时阵，应该拢大部分拢是由父母在做决定。国小的时阵，应该侪拢是由父母在做决定。但是当开始读去国中、高中，甚至来去读大学的时阵，都有足侪爱选择的时刻。开始你会接触到更较侪无共款的同学，你会开始接触到无共款的文化，
你原本国小，你可能拢是你附近，住伫你附近，你的厝边，拢是你住伫你附近你细汉的朋友。但是你可能读高中的时阵，你就爱到伫一个新的高中，你要面对新的同学、新的老师、新的文化，可能有新的语言。到伫高中、大学搁较免讲，可能要到伫外地，可能要到伫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所在。但是伫一个新的所在，就要面对选择。伫新的所在，就要面对一个选择。可能唔知哦，我未来到底要去佗？这项代志我应该敢应该安尼做？这项代志我应该安怎选择？但是咱看见但以理，互咱伊的性命的表现，互咱看见一项代志。虽然伊到伫外口，到伫迄个异邦的所在、外邦的所在，但是伊犹原保持伊一个上帝囝儿的身份。虽然伊要面对侪侪的选择，伊要面对侪侪的挑战，但是伊犹原无变的是，伊知伊的身份是啥物。保罗先生伫《腓立比书》第3章20节，伊讲：咱却是天顶的国民，并且伫听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天顶降临。保罗先生伊讲：咱虽然是活伫地上，但是咱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啥物款的身份？咱是伫天顶的国民，咱是天顶的公民。但伊伫当时伫远远的所在，要面对新的文化，伊可能有选择。我敢爱讲这个话，我敢爱和这个巴比伦人做伙，但是伊非常清楚一项代志是，伊的身份是啥？伊非常清楚，伊知我是上帝的囝儿，我是上帝的百姓。所以咱来看，但以理为什么会当面对这个冲击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。第一个是非常清楚伊家己的身份是啥，但以理非常清楚知影伊家己的身份是啥物。咱看见但以理，咱伫后壁读的圣经，你嘛看见，咱嘛拄啊读到。但以理安怎？虽然爱食遐个食物，但是但以理立志讲我无爱食。虽然伊爱伫遐学习遐个物件，但是但以理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心志是，我是天顶的公民。所以，就算伊伫外校的所在，伫无共款的文化，伊永远清楚我的身份是啥物。拄啊头前在讲，这个爱世代人有一个足大的困难跟挑战是，因在追求家己的自我的价值，在追求家己到底是啥，我是啥。我想这是每一个人拢在憔悴。我想这嘛不只是青少年在憔悴，每一个人嘛拢在憔悴，讲我到底是啥，我到底是啥。但是咱袂记，咱非常清楚的一个身份，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儿，无论你到伫什么所在。无论你即马几岁，无论你即马敢是青少年，还是你是成人，不管你即马什么几岁，清楚的一项代志就是，你是上帝的囝儿，这是上重要的一项代志。第二项，为什么但以理到伫外邦，伊犹原有一个上帝天顶公民的生活，就是伊有非常侪好朋友的支持，伊有侪熟龄的朋友的支持。咱看见段经文，但以理受了，但是不止伊受了，伊阁有3个朋友和伊做伙。拄仔根本无读到，但是内面有讲到，但以理有3个朋友和伊做伙受了。这3个朋友诚做但以理伫外邦的所在，真好的支持。当但以理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伊随这3个朋友做伙祈祷。这3个朋友嘛，因为但以理和伊有好的熟龄的关系，所以就算伊拄着困难，伊嘛犹原会当坚定伫上帝内面。我想上重要的一项代志是找到好的朋友的支持甲鼓励，特别是熟龄的朋友。我真鼓励这些青少年来到教会，要找到属伫教会的好朋友。我毋是讲学校的朋友、外口社会的朋友无好，是找到一个教会的朋友、信仰的朋友，真做是你上大的鼓励甲支持。需要时阵甲你安慰，需要时阵甲你鼓励，为你祈祷。但你为什么会伫迄个外邦的生活，犹原会当继续坚持有一个公民的生活，有好朋友的支持，好朋友的鼓励，可以通伫遐继续坚持落去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今日根本不只对这青少年讲，爱找到一个熟龄的好朋友，特别伫拄着困难时阵，伊会当为你祈祷，为你鼓励。
嘛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了教会你，伫你的小组也好，伫你的团契，伫你的牧区，你嘛要找到一个属灵的好朋友，真做是你上大的鼓励，上大的支持。所以，咱看见但以理画出一个无共款的使命，伊画出一个无共款的使命。所以，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20伊嘛安尼讲，伊讲因爱刀撇少年的私欲，讲遐诚心祈祷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甲和平。我想这经文嘛，不止对少年讲，嘛对每一个人讲。咱爱追求会当甘心祈祷。追求公义、仁爱、和平的迄个属灵的好朋友，清楚家己的身份，知影每一项就是上帝的囝儿女，知影每一项拢会当成做你属灵的好朋友，活出一个无共款的使命。特别是面对选择，特别面对是毋知要安怎行的时阵，愿上帝拢成做咱上大的帮助。第二，咱看见看见但以理为什么会当活出无共款的使命？当伊面对一个文化观念的冲击的时阵，伊的心意是惊心变化。为什么会当活出一个无共款的使命？是因为因的心意是无一直咧更新，一直咧变化。咱拄所读经文，伊讲这的青年，这的青少年，因是非常有才华的，非常巧的。所以，当巴比伦王将伊掠过的时阵，巴比伦做一项代志，伊要求伊的总管爱教这青少年讲巴比伦的文字。这个王嘛下令讲，这的青少年伊才受掠来爱食巴比伦所提供的食物。咱看见，但伊拄着头一个困难，咱看见伊受掠到离远远的所在，伊可能面对侪的选择，伊可能面侪的选择。但是伊选择伊有一个上帝百姓儿女的身份，但是虽然伊面对另外代志是，哇，这个文化的冲击实在是非常的大，这个文化的冲击是非常的大。而且佫有一项代志，咱拄仔圣经无读到的是，但以理书第1章第60到第7节，伫这侪景的青少年内面，有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利沙、阿撒利亚4个犹太的青少年受掠到伫迄个所在，而且咱看见这个经文，伊讲这个总管甲因号一个新的名，代表因原本有一个犹太人的名，但是到伫巴比伦的所在，却爱互因换一个名。咱会知伫以色列犹太人因的观念内面，名非常的重要，名非常的重要。到伫巴比伦所在，将因名完全的换过去，代表嘛要将因的过去完全爱放袂去，将因的文化放袂去，将因所学习的思想全部放袂去。咱会看原本但以理的名叫啥？但以理的名原本伊的名叫做上帝是我的审判者，但是伊改名了后变啥？愿比勒保护伊，比勒是巴比伦的一个神明。哈拿尼亚伊的名原本的是叫上帝是仁慈的，上帝是有温慈的，但是伊的名变改做啥？我对马杜这个神明就着惊的。米利莎这个名，伊原本的名叫做送会当亲像上帝，会当比拟上帝咧。但是伊名拢改做啥？有送会当和罗达这个神明同款。阿萨利的名原本伊的名叫做上帝所帮助的人，却改做啥？尼哥的布林。咱看见原本这以色列这青少年，因有家己的名，但是因却到伫一个新的文化，因却爱变做是伫个文化内面的一份子。因爱去适应迄个文化，因爱重新去改变因家己，因爱开始改变家己。咱看见巴比伦王伊要做的改造的计划，非常的彻底。咱看见少年人互带去，远远离开因厝内的人，因的朋友，因必须爱伫巴比伦的学问，伫巴比伦的知识内面，相信因嘛脱离对上帝的敬拜，嘛脱离圣经的教导、定期的礼拜，
完全离开因的信仰的文化。对因来讲，这个文化的观念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。看起来敢若是伫一个新的环境，因到伫一个新的环境、新的世代。但是，咱看去陈毅和伊三个朋友，却可能活伫一个非常孤单，而且是充满伫试探的内面。这个少年人是要安怎继续忠心伫上帝的面前呢？这个少年人是要安怎会当忠心，会当继续照伫上帝的旨意来行呢？我想伫这个世代的青少年，因所面对文化的冲击，比任何的时代搁较大。我想，这个时代文化变动伤紧啊，流行的物件实在伤紧啊。有时阵我问这个青少年讲，即摆流行啥？因所讲出来我嘛毋知啊。因所讲出来的歌手，所讲出来的团体，我可能嘛毋知啊。因即摆在听的歌，我可能嘛无听过啊。我偷偷问大家一下，即摆有偌济人在使用脸书 FB 的？有偌济人使用？大部分拢有对无？恁遮拢无使用啊嘛？好，你看遮拢无使用啊哈。有偌济人有在使用 Instagram、IG 的？我你看遮拢无去啊，已经变迄边啊。我搁问一下，即摆有偌济人在用抖音、TikTok？ 我遮较无好。咱用安尼看这样代志，咱非常常使用的社群软体就好啊。大部分都用脸书较济对无？但是这青少年即摆用啥 ？Instagram。咱伫脸书看到的物件，含伫 Instagram 看到的物件，伫抖音看到的物件，伫咱赖看到的物件，完全拢无共款。而且即摆流行的物件，可能2礼拜就换一个新的，3礼拜就换一个新的，可能搁较紧，毋免1礼拜就换一个新的。最无共款的文化的冲击，最无共款新的这个资料一直来。有时阵，互咱足歹去了解，啥物可能是对的，啥物可能是毋对的，啥物是咱爱选择的，啥物是咱爱放杀的。我想伫但以迄个时代，伊嘛是咧面对这啊，因到伫即个新的环境，一直爱接受巴比伦的文化、巴比伦的知识、巴比伦的食物，我改变我的命，我要含这个巴比伦共款。即摆青少年嘛在面对这个问题，我敢要含社会的流行共款？我敢要含社会文化共款？安尼我敢会才袂含我的同学脱节？我才有法度含我的同学聊天，较有法度含伊打游戏的时阵，知影我要安怎来耍？其实即摆咱青少年嘛在面对这个问题啊，嘛在面对相款的问题，嘛在做选择，伫最文化的冲击内面，嘛在选要安怎做。但是，但伊伫互咱有真好的一个看见，第一项代志，但伊伫细项的代志，伊非常忠心来选择。咱看见但伊伫细项代志，就非常忠实来选择。咱看见经文为虾米圣经特别写，但伊伫食物这项代志咧非常注意。食物是咱每一工拢爱食嘛，早起是爱食早顿，爱食中昼顿，暗时爱食暗顿。有时阵暗时巴肚枵空啊，食宵夜。食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是每一工非常平常的代志，看起来是非常细项的代志。但是咱看见，但伊为细项代志，伊就开始在做选择。当伊在细项的代志，伊就开始有一个选择的能力，知影啥物是应该通做的，啥物是应该学习的，啥物是应该会当来成做伊的帮助的。伊为遐开始去选择。当伊为细项的代志开始重视、开始去选择的时阵，伊伫大项的代志，伊才有法度去更新变化。头前讲，但伊为伊年轻的时阵10几岁，可能到伊80岁、90岁，伊拢一直伫巴比伦。但是咱看见圣经，伊无讲，但伊到40岁、50岁，伊就离开上帝；60岁、70岁离开上帝，无。咱看见，但伊永远是忠心伫上帝面前。为虾米？是因为伊伫细项的代志，伊就开始忠心的选择。虽然面对文化的冲击，面对最的变动，但是但伊为细项代志开始选择，
这样代志我应该安怎做？这样代志我应该安怎选择？然后伊较有法度伫大项的代志，不断去更新变化伊的心思意念。伫罗马书第12章第2节讲，唔通咱用国语，咱做来读，他们家的青少年做来读国语的这个经文，咱做来用我们华语来念字，12章2节，我们来念来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经文讲，伫这个世界，确实有侪咱爱去面对，可能是互咱冲击的。但是伊讲爱心意更新变化，这是上重要一项代志。毋是讲咱袂当到伫咱的社会，袂当学习新的物件，当然需要啊，当然需要。咱嘛是爱讲到咱的学校，讲到咱的社会，到伫任何所在学习新的物件，帮咱的生命继续成长。但是伫这个过程，咱嘛爱学习什么是咱爱真正选择的。伫这个无学习这个世界的原则的内面，去经验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有侪咱会当去体验的，这个世界有侪咱会当去做选择的。有时我嘛含这个青少年分享讲，若有机会特别趁少年的时阵，会当去经验，会当去试真侪无共款的物件，就是因为少年，所以会当去试足侪物件。但是伫这个试的过程，伫这个超吹的过程，嘛爱学习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唔对的。但你拢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伊伫细项代志，伊就开始重新来选择。然后伊才有法度伫大项的代志，伊所面对真正困难挑战时阵，伊的心意会当更新变化，去面对侪的困难甲挑战。最后，咱看见但你为啥活出一个无共款的性命？活出无共款的性命，是因为特别伊的信用价值面对考验的时阵，伊决心要靠主来得胜，伊决心要靠主来得胜。咱最后读的经文第8节到第9节，伊讲：但你决心无爱食王宫的食物甲酒，免得家己伫礼仪顶面无清气。所以伊就请求阿西比拿帮助伊，上帝就来同情但以理。咱看见但以理这段，伊做样一项代志，伊讲啥？伊讲伊决心，伊讲伊决心无爱食王宫的食物，无爱食王宫的酒。最后发生什么代志？上帝同情怜悯但以理。圣经常常在讲立志这项代志，毋是咧讲遵从家己的想法去做决定。圣经咧讲立志的时阵，毋是咧讲家己的想法去做决定，是专心遵照上帝的话去行。当咱看见圣经在讲立志的事，是咧讲爱专心遵照上帝的话去行。咱看见但以理做一个决定，伫伊年轻的生命做样一个决定。虽然我伫远的所在，我到伫一个新的文化、新的挑战，我的信仰可能拄着困难、拄着考验，但是但以理决志，我犹原要靠主来得胜。伊讲我决心我爱做这个代志。我决心要遵照主的话来行。那么，看见但以理会当面对这个考验，有2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第一个是但以理，伊非常了解伊家己的责任是啥，而且伊嘛做了非常的好。伊嘛非常尽家己的力去完成家己的责任。另外一项，伊嘛做样一项代志是，伊倚靠上帝的恩典。伊嘛倚靠上帝的恩典。帮助但以理，特别是面对信仰的考验时，伊会当来得胜。但以理虽往，伊讲伊决心无爱食王宫的食物，伊含上帝立志讲我要做这个代志。但是伊犹原伫迄个环境内面，伫遐守原本的规矩，伊嘛是伫遐学习，伫遐生活，伊犹原是尽家己的责任。伊犹原伫伊爱徛起的所在，做好伊应该做的代志。但是当伊决心做这项代志的时阵，
伊只有就是倚靠上帝恩典。当伊决心安尼做的时阵，上帝就怜悯伊，上帝帮助伊面对伊信仰价值的考验的时，上帝互伊知，啥是伊通倚靠的。我想这是但你活出一个无共款的性命上重要的代志。伊愿意伫上帝面头前立志，特别是伊阁是青少年的时，伊阁是伫一个拄着最最挑战冲击的时，伊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立志，主啊，求你互我通来倚靠，求你来互我帮助。所以，伫腓立比书第2章13节，经文嘛安尼讲。因为立志行事，拢是上帝伫咱的心内底运行，要来成就上帝的美好的代志。咱立志做任何的代志，拢是上帝伫咱的生命、伫咱的心内底运行，为着是要来成就上帝美好的意思。我想，咱所做一切，咱所立志，咱愿意回应主的时阵。上帝要搁一摆伫咱的生命来成就美好的代志，上帝要伫咱的身上来成就美好的代志。所以为着上帝，咱会当来选择立定心志。咱今无读到经文，但以理书第1章到21节，伊最后安尼讲：到底。波斯帝国的时阵，但以理犹原搁伫咧。咱知但以理是为巴比伦帝国受掠，但是到伫波斯帝国的时阵，伊犹原搁伫咧。头前但以理为啥会当为10几岁，一直到伫80岁，可能到伫90岁，伊搁犹原坚立伫迄个所在。上条原因是因为伊为着上帝，伊选择立定伊的心志。这是但以理唯一不变的代志。我想立定心志这样代志，不只是青少年伫年轻的时阵，就爱选择立定心志。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，无论你即马几岁，这拢是咱对上帝的回应。这拢是咱对上帝的回应。为着上帝选择立定心志。其实咱每一个人，不止咱的青少年，敢若是受掠，到伫一个无共款的文化。当咱到咱的社会，到伫外口的所在，亲像含教会是无共款的文化。其实不止这青少年面对，咱每一个人嘛面对这个问题。但是重要的是，咱敢有立定一个心志，为着上帝来选择讲，主啊，我愿意立定心志，面对信仰的考验，面对文化的冲击。面对最最挑战的时，主啊，我对你永远无变的，就是坚定的信心。今年第4章30话讲，爱保守咱的心，赢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来发出来。爱保守咱每一人的心，赢过保守任何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拢是对心发出来。咱的心安怎想？咱的心安怎决定？咱的心安怎向上帝，也决定咱伫这个世界，伫咱面对这个环境最最的挑战，咱会当安怎来回应？今日是青少年主日，特别咱真正爱关心这个世代的青少年。我讲这个时代的青少年所拄到的困难跟挑战，真正是非常的多。要面对课业的压力，要面对因和同学人际关系，要面对可能爱超找家己自我的认同，可能爱有侪无共款，咱想象袂到的代志。咱可能想，咱无法度为遮个青少年做啥物，咱可能嘛。伫教会中，咱拢有家己的牧区，有家己的小组在参与。但是唯一会当做的，是继续为着这个青少年来祈祷，也为着这个青少年鼓励，互这个青少年伫咱的教会内面，伫这个信仰内面，真正得到造就，真正得到帮助，互因伫
出口因出去到伫社会，出去到伊学校，到伫因朋友的时阵，伊犹原通知因有这个信用通的瓦靠。无论到伫啥物所在，无论因为以后成长到大汉到几岁，因犹原知上帝真做是因生命中上大的帮衬、上大的祝福，也上大的瓦靠。我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也特别祝福咱的教会的青少年，咱教会的儿童。也请大家继续来关心，也继续来为阮的提摩太的牧区来祈祷。恁的祈祷，恁的祝福，真正会真做因上大的帮衬，也会真做因上大人生当中上大的鼓励。愿上帝祝福咱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赏赐侪侪青少年伫阮的教会，互因通伫遮来成长，伫遮来服侍，伫遮来明白信仰。主啊，但是有时阵因着亲像但以理，爱面对这个变化混乱的时代，求主坚定因的信心，求主保守因，互因伫面对困难、面对挑战。面对毋知要安怎行的时阵，你真做因的方向，带领因，伫因的心内鼓励因，也互因伫成长的过程搁较明白你，一生真正立志，主真做因一生唯一的军队者。也祝福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阮的所面对的环境，每一个人嘛是拄着侪侪困难甲挑战，但是主啊。透过今日但以理，互我嘛搁一摆学习，伫无共款的文化、无共款的冲击，特别是信仰面对挑战的时，主啊，嘛互阮会当立伫咱的心志，对主讲，主啊，我一生只有你，坚定阮的信心，鼓励阮，也帮助阮。愿咱的祈祷，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是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圣诗，圣诗491首，咱做来唱这条。